说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来研究一个台湾话内底金翠念。金翠念就是华语咧讲的绕口令。咱知影讲，若伫咧讲民谣的时阵，正月正，请囝婿入大厅；二月二，太地公下土地，迄是伫咧讲斗句。啊，毋过金翠念就无共哦，金翠念是共音也是歪音的字，分关键调伫咧产生趣味。啊，无论民谣还是金翠念，迄种较早的人、古早人骨头壳想出来。来，今日来甲研究一条讲。树顶一只狗，树骹一只狗，狗跋落来缀着狗，狗吠狗，狗走，狗也走，毋知狗惊狗，还是狗惊狗。国情啊，你毋是要讲金翠念遮慢，我是要甲你教，无啦吼，国情啊咧转啦，我凭什么要甲你教？我是无才调念紧，照地发挥，惊讲的啦。啊来，咱认真来甲听，因为国情啊咧讲歪音，讲共音。关键调落区分产生趣味，台语感受八调，无毋对。人讲三底裤胯，人下偏得拄啊八调。安尼若用狗落去区分，狗，安尼嘛八调。狗有影八调，一字咱认真来甲想。狗就是水狗仔的狗，就是野狗仔的狗。过来第二字讲狗，狗就是动物。头拄我咧讲狗甲狗比较，第二条的狗，狗。第三条或者狗的狗，狗都爱纳钱啊！国情你莫讲跋筊话啦，好啦，咱来讲吼。啊，你倒位我人已经狗啊，这个狗第三条吼，过来第四条狗就是啥？论饼狗的狗，啊有影呢？狗，讲完啊，过来讲第五条狗安那动物比较第二条的狗，过来狗第六条，这有的腔口保留，有的腔口已经消失去啊。你讲狗音，鹿港人的港，鹿港人，这个港就是第六条哩。过来第七条，狗就是咱两个吼感情真高。你不是咧看解文说字，咱伫空中结缘，感情一定要跋互狗。过来哦，第八条狗，模仿狗咧吠，狗第八条就出来。安尼，咱过来练一摆好无？当然嘛好，啊毋过无爱互你练这条，要互你练愈复杂的。头拄我敢若第二条狗。第五条狗互相比较尔，即摆咱练第一条，佮甲掺落，讲狗牵狗过狗，狗跋落狗，狗叫狗，野狗仔来狗，毋知狗，还是狗。国情安尼啊读遮慢，我毋是要拖病，因为我无才调读紧，讲第二摆啊哈，来认真来甲体会。狗牵狗过狗，袂输敢若电影咧做互你看咧。啊，狗跋落狗，狗叫狗，野狗仔，好野一只狗仔。这第一条的狗来狗，毋知狗，还是狗。台湾话艺术用关键调伫咧分趣味，就趣味伫遮啦。